多谢武秀过来关心内湖的抢案。台北市内湖昨下晡发生抢案，被害人前后伫南港甲内湖银行领695万的现金，和4个嫌犯驶车甲砸落来抢走500万的现金。警方伫短短1点钟内就将人甲抓到，不过案情敢若无遐单纯。嫌犯敢若讲，因埋伏对方已经2天啊，是有人甲因讲车顶有钱，不过无要讲什么人甲因讲的，甚至听讲双方是因为卖人头考做，不过钱无摕到，才会甲抢。敢若是诈骗集团的乌食乌，警方将会深入的追查。抢500万要干嘛？是有人头账户的纠纷吗？跟被害人认识？面对问话，26岁姓陈的主嫌押头结点点，包含伊在内4嫌犯拢互移送，因分别有诈欺含妨害自由证拠，伫路的共抢500万，警察就怀疑这案件无单纯，恐惊是诈骗集团伫咧乌食乌。对于这个资金的来源的背后，我们会持续的来依照这个资金流的流向来做追查。姓谢被害者当时钱领完，车搁停伫咧路边，4嫌犯驶车停伫咧后壁，一个落车就冲过拍开车门，抢走500万的现金，尾后脚底抹油，跟人降酸，短短1点钟就叫警察甲因抓起来。被害者防喷咸椒水攻击，身躯变个真垃圾。昨下晡，被害者伫咧台北市南港先领500万，再去内湖兴爱路领195万。不过嫌犯的车沿路拢对伫咧后壁，伫咧行动路的时，就甲被害者喷咸椒水，抢走500万。听讲因早就已经追踪对方2天啊。其实就看他们在那边擦拭而已。我本来以为是血，后来看我以为是槟榔渣，我想说啊，是不是跟人家纠纷啊，被人家吐槟榔。4个人坚持，有人甲因讲车顶有钱，因才去共抢劫。不过消息来源是啥？因就是歪涉漏。有平面媒体要料姓陈的主嫌，敢因为卖人头考做，不满钱拢叫对方摕走，这共抢劫。啊，若敢是诈骗集团，因内部伫咧相达，警察迈进一步调查厘清。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